我哋作為議員，最重要嘅功能就係成為政府同市民之間嘅溝通橋樑。透過同政府各部門嘅真誠溝通合作，真真正正為市民做實事，提升大家嘅幸福感、獲得感。我個政綱有7大要點，當中包括1，要完善交通基建，爭取興建大嶼山環島公路；2，改善東涌社區配套，因應人口增加，重整交通路線；3，爭取南港島線西段盡快動工，監察工程對居民嘅影響；4，支持重推租置計劃；5，維護女性權益，爭取將3·8婦女節定為法定假日；6，促進經濟發展，保障本地就業；7，推動政府為非華語嘅學生提供更全面嘅學習支援。喺呢度，秋萍要向香港島西各位嘅居民以及我嘅義工團隊表達最衷心嘅感謝。喺過去幾個星期裏面，我喺中西區、南區、離島區嘅街站接觸咗好多嘅居民，佢哋對我嘅支持同埋鼓勵一點一滴在心頭。能夠走到今日，秋萍已經係非常之感恩。接下來呢20幾日，我會全力以赴，找緊每一個機會，向各位選民推介我嘅政綱、我嘅理念，爭取每一個嘅支持。秋萍真係一票都唔能夠少。我會繼續秉承重民生、做實事、實事求是嘅精神，為廣大嘅市民服務。請支持3號黃秋萍。